在是真幸运哦！而这个台中有人伫咧超商纳10块的手续费，这个统一发票竟然就掉200万，也阁有人开21块来买物件，结果掉1000万。条码哦。纳钱时，发票自动嵌伫 App 内底，这唔惊拍无去，因为每一组的发票的数字，拢有可能是100万富翁的机会。有民众伫台中超商开10块纳手续费，结果掉100万大奖。也有一个人用21块伫台北连锁素食店买物件，掉1000万。运气真好，真正是好人真心善。他付出的成本只有10块钱啊，他得到的东西很多，至少有头几款了吧？每张发票都是小确幸的希望，快看看这个月幸运儿是不是你？好可惜，又赶归。分析9月到10月调奖的数字，99个得主内面有67个是用债务等等的电子发票，占比差不多7成。毋若比纸本的发票中奖率搁较悬，若是事先设定自动汇款的口座，你若调1000万的奖金，奖金直接汇入口座，搁会使省上济4万块的印费税。在新年什么时阵要来，你毋知影，只能将每一张发票拢收好势，好运才袂拍算。